讲到咱台湾的农民，平均年岁拢较大，农地也定定欠人。为着要纠关这个工作效率，高雄市政府甲中山大学合作，设计一种替做事人省工的辅助工具，那省力也较袂酸痛，也较袂有职业伤害。目前伫台湾真侪所在也拢有伫咧试办。即阵啊，味浓的柑仔米长咧大出，农民定定爱伫果子园举头举手，板边啊发的影仔，有时嘛爱采收，长时间做同款的动作。毋过因看起来轻松袂酸痛，是因为有派即个骹蠓的关系。以前是拢规个固定条的吼，了后就是手介酸啦，转去了，尤其下班了，转去手介酸，安尼尔就有即个辅助了无，变做是讲会减差不多1/3的迄个啦。你若是用力的程度的话吼，你会加轻松介济安尼。农业师傅派一个亲像骹蠓的物件，双手手骨固定，举手的时，不管是采收也是收机，拢加较轻松。这是中山大学老师设计的，碳纤维的材质，唔免用电池，规个无2公斤。有一个机械式的省力机构。对，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，我们在手臂上绑了2个浮球，我们可以协助使用者支撑他的手臂，然后有这种浮动抬举的功能。因为目前农民平均的年岁较大，定定欠人斗骹手，高雄市农业局甲中山大学合作研发，希望降低农民做事的负担。燕草、大树甲咱味浓，有找做啊园甲迄个。果仔类的，像咱即个小果番茄，伊确实有效通协助农民长期举手的负担。即个省工的设备目前搁咧试验，未来若有当改良上市，农业局搁要争取经费补助，互农民省工搁省力，避免职业伤害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